唱唱跳跳更来了哦！你会迎来到云林县的客家庄，那里节目内底会邀请东兴国小的小朋友到现场表演。去年小朋友的表演，给观众朋友认抢真情。你会当然要求更加多精彩的内容，等大家做谱来欣赏哦。这节目安排了精彩的唱歌、跳舞表演以外，也有小提琴的演奏、武术棍法等内容。接落来，就带人做谱来欣赏今年接来的表演。天日组上场的是表演小提琴的演奏，演奏客家传统歌曲《讨花开》。接落来就来欣赏小朋友接来的表演。接下来，去从书本小朋友特别大家带来武术的表演，棍法，给大家做谱来欣赏书本接来的表演。强劲活力，强劲活力，弄大东西，
青蛙里，弄大东兴。这里几拍？4拍，好来，3、4，跳起来哦，转好哦。今年咱因几人体位木头是无笔的，啊无笔字。市面来讲无笔的啦，啊，但是咱因就用卡名讲，几下这种调，迄个天女地、母女地就会洗杂调，佫要写出。啊，你跳过迄因为着细主讲着参加，你家节几年是去讨过，咧名女有签过，啊，几人感觉讲，先生你跳过吼。真强顺，啊，听起来就好听的。啊，毋过几个同桌吼，那就话过咧，那从甲调子那种草啊，无笔的切迄调，那跳过的死去学人讲，迄毋迄哦，互伊着几人调的同桌，可比讲色啦，啊，是讲几人咧背的死不安啊，然后讲你家己跳过，真合几人来跳，所以咱是决定讲，你回到练你跳过。打刚开始的时候感觉歹势，因为你家同桌做了怪讲，好就奇怪呢。然后叫吼，搁会叫起来，我讲练酒叫的，系啊。我讲无要紧，因为细组跳咧较好赢啦，所以我是感觉讲我嘛真赞同几人跳过。系我希望讲你配表现每种，甲你着细组较活骨的一面表现得太感人。在我们练习的过程中，有发生一件很好玩的事情，就是我曾经把小蜜蜂就编到舞里面去，然后其实哪唱嘛，哪跳啊，系啊，就这样，汪汪汪汪汪汪，大家一起去做工，来唱唱，去唱唱，做工心为农。啊，听起来吼，听佮唱含跳的舞，感觉真合，嘛真有意思。啊，所以规青年唔了解吼，小蛋一起小蛋鼓励你下，啊，感觉讲好哩跳歌，佮每种青春年华这跳歌甲合作谱嘛，还真有意思啊，系啊，错无？其实就用卡本来在台湾的次方言来讲是较少的，所以咱从现代书讲就用卡书的反嘞让它恢复的话，其实很用心。从今年就6年拢就教嘛，啊你嘛你家签教了7、8年过后，我教7年啦嘛，7、8年过后我感觉3 Q， 同落3个人感觉较欢喜讲教细组讲卡。我是一个闽南人，然后我在家里平常都不会讲客家话，是到学校之后才知道有早安课的。我在学校学早安课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快乐，甚至我还可以代表学校去参加课语演讲比赛。妈妈有时候都会跟我一起学。真的哦，就好哎，就是带动家里不是客家人的也一起学我们的早安课语，这样子，就希望透过孩子的力量，因为细组开就让向力，细组拿得好，真到家长辈感觉讲得好还是真好啊，教好这种理念是对细组的脑力开发是有帮助的，系啊，错吗？所以面前好卡书，好。快乐学习对小朋友来讲是学习效果跳紧的方法。接落来，是带你来欣赏东兴国小的小朋友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歌舞表演哦。怎么讲？